弟兄姐妹平安，还有观赏直播的弟兄姐妹们也平安。今天是复活期第3主日，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续乐。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我们请敬拜小组来带领诗歌，让我们一同唱诗赞美神。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要敬拜的曲子是《求充满这地》。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我们人会有软弱，也有血气。更因为几个月来的疫情，我们更需要时常同心祷告，依靠上帝，并且耐心等候，求主充满这地，因为黑暗权势会过去。”
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是为了救赎与赦免我们的罪。带来这首，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
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哈利路亚！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大君王此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大大的张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圣哉，圣哉！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赞美感谢你。现在世界各地都被新冠肺炎的病毒所威胁，但我们知道，深深知道我的主是满有恩惠、慈爱与怜悯的神啊！我们要来继续仰望你，因为在洪水泛滥的日子，神你能坐着为王。主耶稣，我们相信坐在宝座上的神掌管这一切，并要垂听我们的呼求。面对这样的疫情，主，我们也要来向你认罪悔改，因为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不认识主。主啊，我们都亏欠了福音的债，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我们因着基督十架的爱，让我们更有智慧的能够将福音传扬出去。求主带领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同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今天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9章11节至27节，由我来攻读。路加福音19章11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夜，又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问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我回来，就分领银子的仆人来，要头一个上来说：主啊，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亦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1锭来，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讲正道的题目是忠心和懒惰的仆人。我们将以下的时间请蔡英文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同心的敬拜。那我们也一段时间1个月没有见面了
多么希望能够恢复到我们实体的一个敬拜当中啊！因为在诗篇122篇这边说到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上帝就欢喜保守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能够解除。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带领今天是主你所定的圣日。主，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身上，我们调转我们的脚步，以主的事为念。保守带领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主。主啊，你将主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师父带领以下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忠心和懒惰的仆人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9章11到27节这边的讲道。那我们今天可以仔细来看分为2大部分。那第一个就是比喻的背景和忠心的仆人从11节到19节这里。好不好？我们再念一小段好，来，请。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他们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好，那在这段的比喻里面非常的特别那它是10锭银子的一个比喻对照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那个地方有讲到才干托付的一个比喻那这2个比喻很类似特别在12节这个地方有一个贵胄，就是贵族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那12节这里面就说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的一个背景换句话说，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这是唯一有历史根据而当作教材来教导门徒的比喻所以需要简单的来讲一下历史的背景在主前第4年的时候罗马的大希律王他去世了，将王国就分成3个部分，分给他3个儿子就是希律安提帕、希律腓力以及希律亚基老在历史里面都有但这样的分配的继承权需要经过罗马皇帝的认可才算数。那这位希律亚基老，他就是被分配在犹大地，然后他才继承不到1个月，就在逾越节的时候，把那些反对他来统治的人给杀了。根据犹太学家约瑟夫的史料的记载，那一次的屠杀了3000人，所以引起了犹太人非常的愤怒，认为不应该让他当王。因此，当他希律亚基老当他去罗马要请求那时候的罗马皇帝是奥古斯都来准许他继承父亲的统治犹大地的王权，也就是要册封他为王的时候，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也联合派出50个人跟随在后面很有意思到罗马皇帝那里怎样呢？就像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控告这个希律亚基老种种的不是。后来奥古斯都皇帝果真没有
让亚基王当王，但却呢允许他什么来管理犹大地。所以亚基老他回去之后，回到犹大地之后，就把那些到罗马控告的人怎样，全部都杀害了，并且在他统治犹大的时候，一再用残酷的来虐待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但是在主后6年他就被罗马皇帝给贬值，流放到高卢，也就是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跟卢森堡那个地方去，在那里抑郁中就死了。这是简单的一个历史背景那当耶稣第12节这边提到一个贵胄贵族，他要得国回来要去领受册封为王，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清楚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好，13节这里这个贵胄要出发之前，把10个仆人就招来。要注意的，这里的仆人不是奴仆因为奴仆不能够参与买卖财物金钱的交易那这里的仆人就是一般的家仆家仆。他给这10个仆人每一个人一锭银子大概10两银子或者1个金币。那这一锭银子大概当时候一个工人2年到3年的工资一个不小的数目那目前台湾的工资如果1个月算3万块的话，大概70到100万之间这个数目不小每个仆人都是这一个数目一定的银子有10个仆人就是10锭银子大家分配的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贵胄呢交代他们之后怎样就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来在13里面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做生意赚钱。虽然这里并不像马太福音里面按照个人的才干来分配但这个主人并没有规定他们每一个人要赚多少那这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情，你只要努力就对只要努力就对了也就是后来赚10倍的仆人也被他称赞，他得了10倍的奖赏。赚5倍的呢，虽然这个贵胄没有称赞的话你看经文里面，但却也赏赐给他5倍，也就可以管5座城。在14节里面，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他本国的人恨他，不想让他管理，才派代表去向皇帝说这个人不是认他们当他们的王。好，我们再继续这就是主人在分配这些仆人好，我们再继续15节到1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银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来，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好，在15节里面15节里面，就像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这个贵胄并没有得到王位可是他得到了管理权。当他回到自己的城之后，随即召集了他的10个仆人，询问他们做生意的结果赚了多少。虽然之前有说10个仆人，其实这里就记载怎样3个人来回报来回复因此可以将这3个人代表3组人而这3个人怎样又分成2组一组是有赚钱的有赚钱或者主人给他嘉奖的，另外一组人呢
就是主人很严苛哦，最好是怎样原封不动的交还给主人。那16、17节，第一组用2个仆人来代表，都是赚钱的那第一个来对主人说，他把一定的银子拿去做生意了，结果赚了10倍而获得主人的称赞，怎样说怎样好，并且说他是一个什么良善的仆人，然后派他去管理什么10座城。好，18节，这第3个仆人来对主人说，他将一定的银子拿去赚了5锭银子回来那路加福音你看经文里面路加福音这里并没有记载主人对第2个仆人的夸奖但是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就是他们回来跟主人讲的赚了10锭，赚了5锭这样子那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25章20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比较的这2段的经文来，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请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2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这个马太福音这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到有2节是相同的称赞的话是21跟23节是相同的话，而且是一字不差一字不差一字不差但是路加福音这个地方，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就第2个仆人就省略了省略了称赞的话，直接主人就赏识仆人，让他去管理5座城其实没有这些赞美称赞的话，也表示对这个仆人的一个肯定。好，第一个大部分我们来想一想来想一想，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能，表示他对我们很大的期盼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很清楚的说，主人给每一个仆人都是一锭银子那马太福音那个地方马太福音那个地方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25章15节那个地方来，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是不同的按照不同才干给不同的钱但是我们今天读路加福音这个主人给这10个仆人都是相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锭银子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想想看，上帝给我们相同的是什么这里至少有3点至少有3点。第一点，不论是谁，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每天24小时24小时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时间好像比别人少了几分几秒，没有，不可能，一天24小时大家都是24小时。好，第2点，上帝给我们相同是怎样？同一个太阳同一个太阳无论我们住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同样是一个太阳，也同样是怎样一个月亮。如果你发现有2个太阳，
2个月亮，那可能不是地球，不是地球啊，相同的。第二个，第三个，上帝给我们出生和死亡的时候都一样，是什么？都一样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死的时候也赤裸裸的走了，啊。虽然有人说啊，有的时候有人出生命比较好，对，叫好命；也有人说某人的去世很风光，啊，但这些都是别人添加上去的，并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是怎样？都是同样有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更重要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终结生命的时候，无论是有钱人还是贫穷人，都会死去。那圣经里面被提的是另外，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都会死去。要清楚了解到，活得长，并不是表示好命、好命啊。那活得短呢，也不表示歹命、歹命啊。那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有时候我们知道知道有一天都会死，跟知道你的时间、你的死期已经到了，这种两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死亡，但是你已经知道你只有3个月、半年，哇，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很可惜，那个部电影里面，他知道自己就有半年的生命，他就堕落，就不好了。但是盼望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管我们怎么样，可能我们时间只要3个月或半年，一下子可能会有一些冲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在那永恒的家乡，还要再相会，也珍惜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好好的来过每一天。那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这个主人交代仆人有一句话，就在刚才13节里面讲的，你们要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他并没有说一定要赚钱回来，也没有说要做什么生意，只是交代说去做生意，这是非常弹性的一个说法，没有限制，只希望这10个仆人能够尽自己所能的去做，并没有说非要赚钱回来不可。因此，仆人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好好的运用主人所给的这一定的银子。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个做生意，做生意不一定会赚钱，对不对？不一定会赚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那也有人有做生意的一个经验。那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曾经准备了要做生意，准备了半年，每天呢就开会讨论，计算可能的盈亏，又天天去查访市场的动态，租了一间店面，然后就开始要开店，要做生意。而他做父母的，每天都替他们担忧，为他们祷告，也问过他们到底要做什么生意呀？这对夫妻只告诉他的父母亲说：“爸妈，你不用担心，我们有自己的打算，会努力去打拼，那也准备好了一个怎样停损点，停损点。一做父母亲呢，就放心让他们去打拼，结果不到半年，他们决定怎样收摊了，决定收摊了，因为已经到达那个停损点的极限了，极限了。但父母亲都知道，他们夫妻非常的尽心尽力，看他们每天把店面把它整理好，关门回到家里面都晚上11点了，可见他们要睡觉的时候大概12点以后了。然后一大早，那个儿子又去上班，公司上班，下班之后赶回来，到店里面让员工休息。虽然父母亲看到他们夫妻确实是很认真，确实还亏损了，生意是失败了。这个主人只交代仆人去做生意，并没有说非要赚钱，赚多少不可，没有这样说。
但是对那些带回来10倍成果的仆人，主人是怎样赞誉有加的啊，给极大的奖赏。原因是怎样？主人给予仆人只有一锭银子，主人说那是什么？最小的事。好，在17节里面最小的事，但是主人看见的是一个怎样可靠的仆人，可靠的仆人，他并没有因为一锭银子的小事，其实这也是不小的事情70到100万就随便了，而是尽心尽力的去工作打拼。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进入耶路撒冷城。换句话说，这个比喻是他在旅途当中教导门徒的最后一个比喻。他要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要清楚一件事情：福音的事工不一定会有成果出来，因为耶稣曾被自己的乡亲拿撒勒人拒绝，耶稣被巨人拒绝过，甚至差点害死他。耶稣进入撒玛利亚的村落也被拒绝，只好走另外一条路前往耶路撒冷。他教导门徒，若是有人反对，只要把脚上衣上的尘土跺掉就可以了。在路加福音10章，这里我们可以10章10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连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然后就往别的地方去了。这让我们看到福音事工确实无法保证一定会成功，但是确实怎样？需要认真。认真是我们唯一可以回应上帝拣选爱的方式。福音事工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像分发福音单张或者打电话关心这样非常微小的事情，却是拯救生命的大事。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不可以老是说什么都不会，会的，一定会的。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什么事？为什么？为教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怎样？祷告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得到的，都可以做得到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大部分第二大部分，懒惰的仆人和严重的后果，从20节到27节这里。好，那我们来读一小段来20节到23节。来，又有一个人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好，来，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好，20到21节比喻的重点就放在第3个仆人。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对主人所说的话，显露了他对主人的态度。这里有3点3点，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他表示很在意主人的交代，所以将主人所交给他的做生意的一定的银子怎样？圣经里面怎样？把它怎样包在手巾里面，怎样存着？存着。哇，这个好像表示很细心的呵护的感觉好像生怕会遗失掉。
但是注意到这个手巾这一词的原文里面是流汗的汗，就是用来擦汗的手巾手巾。当仆人说他用手巾将这个一定的银子包起来的时候，事实上实际的意思跟我们表面看的是不一样的其实他的意思是反对、不赞成、不喜欢，也表示说不愿意顺服主人的旨意。那这跟马太福音25章25节那边讲，那个仆人对主人说，那1000那个银子的就怎样，把它怎样埋在地里那个地方是懒惰的意思懒惰的意思。那这里手巾是不顺服、不愿意顺服的意思。所以路加福音在这里说，这个仆人将这一定的银子用手巾包起来，表示那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因为那表示他会冒着被偷、被抢或者不注意遗失的一个危险当他用手巾包住这一定银子的时候，不论是什么理由而失落的，会造成主人的损失。若是放在银行里面，银行可以赔偿埋在地底下自认倒霉而手巾包起来呢，就表示根本就不理会主人所交代重大的责任和工作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他的态度就是主人看为重要的，他却不当作一回事来回应这第一点第二点，他坦诚怎样？我很怕主人很怕主人，因为主人怎样？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放下了还要去拿，没有种下还要去收他所讲的这些关于主人的认识，也在马太福音25章24节好，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25章24节。来，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知道你是忍心，这个忍心的人就是严厉的人严厉的人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理由好，我们再回来好，你是一个严厉的人，那完全相同的理由，他所描述的主人不仅是严厉，而且不讲理的人。若是用在统治者的身上，他就像是一个暴君暴君一样。这种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还要去收的行为，只有对殖民地的地区的人民才会出现。换句话说，这个仆人对主人的反应已经很清楚地表示，主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可是他们不是奴隶要注意这里的严厉就是原本是那种原文就是榨干那干这个字要把汁榨出来，那个榨干的意思在这里主人的是一个严酷的人，就像石头里面要榨出水来，可能吗？石头里面要榨出汁来这第二点那第三点，他说主人是一个我刚才讲的没有放下的，却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却还要去收。这句话是当时候流行在巴勒斯坦地的俗语俗语表示什么？斤斤计较，非常自私的意思，只会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的人，也可以说坐享其成，不会努力，只会靠别人辛劳工作而得到利益。好，这是这第三个仆人然后接着我们来看22到23节，主人对这个仆人所说的话的回应有2点第一个，主人说这个仆人是个恶仆恶仆就点出来这个恶就是讨厌、反搅乱跟邪恶的意思那第二点是主人要这个恶仆
用这个恶仆所说的话来惩罚他。因为恶仆既然知道主人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呢？反而故意放着，什么都不做。当我领受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在学校有一些学生他不喜欢读书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写功课然后考试也乱写然后他把他的功课作业什么都怎样？有2个字，年轻人常讲，摆什么？摆烂，就摆烂了给你看。一个新鲜的水果你不吃放久了之后怎样？会熟透了，对不对？然后呢，再久就烂掉了，水果摆久了不吃就烂掉了。这里主人特别说，这个恶仆至少可以做一件非常轻省的工作，就是把钱放在银行里面，这样就有利息可以拿，让主人的损失可以降到最低。换句话说，主人在这个地方这一节经文已经指出到，时间就是金钱的一个这样的观念了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了好，我们再继续来读好，来19章24我们要读到27节来，请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这一锭来，给那有10锭的。”一起来读来。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来，对不起跳过去了。对，在这里26了嘛，读到26了。好，来，请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24节24节、25节这段的经文说出主人所做的判决这里并不清楚是谁势力在主人的左右，但可以看出这个主人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权势，因为除了这些拿着主人所托付的银子的10个仆人之外，还有其他的仆人所以讲了，就对站在旁边站着的人说那这些势力在主人旁边的仆人或是家里的亲人他们一听到主人的判决就百思不解，因为主人的判决是把那仆人仅有的1锭银子拿过来给那已经得了10锭银子的仆人。他还特别提醒主人说，这个有10锭银子的仆人已经从主人身上得到了奖赏，而且奖赏是10座城，这已经非常贵重的奖赏如今却还要将那只有1锭银子的仆人仅有的银子，再送给这已经有10锭银子的仆人，这是为什么？我想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疑问呢？那解答就在下一节下节就在下一节26节，是这个仆人给这个主人给那些感到疑惑不解的人回答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要注意的耶稣说这里并不是说让富有的人更富有，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锦上添花的意思，不是，而是什么？而是说明在只有努力的人才能受到肯定。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那边讲到，天国是怎样？天国是怎样？是努力进入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怎样？就得着了努力就得着了而那些不想要做工，只会用许多理由搪塞责任的人，他一定会失去原本所拥有的。
我们做学问是怎样？如怎样？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好像我们保持就可以了，保持现有的一个标准哈。你保持现有的，就是退步了，就是退步了。27节对照马太福音25章30节来，好，他这里对照一下，我们一起来读30节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表示主人不希望家里有这样既坏又懒的仆人存在，因为这样的仆人容易影响到其他认真的仆人。因此处置的方式就是将这仆人给赶出去。黑暗用来表示没有任何的希望，也可以说这个仆人今后很难再找到能够信任他的主人。那在这里27节最后这里在这里路加福音作者说，因为有人去向皇帝控诉他的不是，所以主人要把这些不喜欢他还阻止他取得权位的人给消灭掉。因为若不消灭这些主人眼中的仆人，只会败坏他主人的家业。所以最后我们来想一想原封不动是一种懒惰的行为，唯有努力去做的人才能看见新的生命的契机。当这第3位仆人向他主人回报的时候，说了许多对他主人的认识。我们也看到这个主人并没有否认他是一个很严苛的统治者。其实这个仆人想表达的是，他对主人有意见，他不想要听主人的话。也许在他的认知上会认为，做好，在他认知里面第3个仆人做好没有奖赏，做不好只有挨骂的份。那干脆都不做最好，就让我想到我当兵的时候，新兵训练的时候，那时候讲到，班长跟我讲，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倒大霉，好，不好跟不坏，那你要当心了，你要碰碰运气的，那不做的呢，更惨，就这样的，那。把主人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包好放着，等主人回来，至少还可以保本，不用因为失败了还要赔偿。但他错了，他错了，因为主人是对那认真又有成果的给予最高的奖赏，加了10倍、5倍的奖赏，最后还把他手上那一份也给那最高成果的仆人。从这第3个仆人的反应可以看到，人若是懒惰，就会找很多的理由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这样的结果，只会加速自己的懒惰的更厉害，对工作的效果跟热情一点帮助也没有。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是把主人的银子用手巾包起来放着，这表示怎样？他不想有任何的改变，只想要保住现有的。但主人的看法不是这个样，他要仆人怎样？要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在台南有一间教会，会有剩下10多个人。这个教会很特别因为他比较年长平均年龄78岁了，平均年龄78岁了。你看，大家都是80岁、70、80岁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任何专任的传道人在牧养，也不可能有专任的传道人，因为他们认为不需要，不需要。只要神学院派神学生每个6日来带领他们来敬拜就可以了。有一年，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一个女传道愿意到那个教会去，她希望改变教会的生态。所以，他又找了另外台南学生中心的学生来帮忙。果然，每个礼拜有2个学生来，一个负责弹琴，一个负责教唱诗歌。那女传道就
就讲圣经信息还有故事，搭档起来，每个礼拜六到教会附近发福音单张，带领小朋友来教会，买点心给他们吃，给他们吃。因此呢，礼拜天，渐渐就有小朋友来教会了。就这样，礼拜天开始有了怎样？儿童主日学了，是不是很好？但后来这个教会年长的会友说，他们不要这个女传道了，理由是她把小朋友带来教会，礼拜的时候非常的吵，害他们都不能够安静的礼拜。其实安静就是怎样？打瞌睡，打瞌睡。他不想要改变，他只想要礼拜天看到传道人来带礼拜就好了。结果这女传道就很伤心的就停止了在该教会的牧养的工作，那这间教会就这样继续的枯萎下去。这间教会就跟这个第三个仆人一样，他们只想要保住现有的，不想要改变已经逐渐凋零的一个现况，结果就被主人斥责了，并且将原本给他的一定的银子也收回去了，也要给那实定的银子的仆人。所以上帝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若我们拥有这些恩典，却都不将它发挥出来，只想要抱着自己看守的，最后一定会失去上帝赏赐所有一切的恩典。我们个人如此，教会更是这样。在这个实定银子的比喻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领一定银子的仆人很努力做生意，结果赔光了一定银子，因为只有3个人来回报，那7个人呢，可能赔了吧？不好意思来。圣经没有明说，有些地方圣经没有明说，让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像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像那7个仆人一样，也是很努力啊，那不是赚，是赔啊，是赔啊，这里，圣经里面没有讲，那主也没有表示什么，那也没有责备什么。让我们去想，不过不要灰心，我想刚才前面有讲到了，福音的事工不见得会有果效，耶稣他本身有被拒绝啊。那我们呢？我们在做的时候也会有，但我们就停止了吗？应该不是。我想这里上帝的心意里面，要我们成为一个努力不懈怠的人。努力不见得会成功，不见得会成功。我想这些都交给上帝。所以要问我们自己：上帝托付我们的，托付你的，你努力了吗？这是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努力了吗？就像前面所说的，在这最小的事上忠心，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一个可靠的仆人。我想，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共勉，我们学习。能够神托付我们的，我们愿意努力的将它能够表现出来，那结果就交给上帝。愿上帝来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保守带领我们领受主你的话语，说让我们来学习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主，你所托付我们的，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全然的摆上。我们不是受着这个，不想要改变，不想要有所作为，而是我们靠着主，主啊，我们愿意努力。主，你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恩赐的恩典，我们愿意摆上。求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是否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来仰望，来称颂。求主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的恩典，这样的祷告、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心灵良诗选》第237首《荣耀归主名》，请起立，我们1至3节全唱。站立，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也感谢你赏赐给我们有获财的能力。我们将你所赐的恩典摆上，求主悦纳，将这些钱财使用在教会的圣工中，求主加添与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同来唱向主献成歌。请坐。向我们来报告教会消息。今天是复活期第3主日，我们欢迎现场参加聚会，还有在线上观看直播的新朋友们，愿上帝祝福你们。第二点，我们本来是预定今天要恢复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高雄那个新冠肺炎的案例增加许多。那执事会顾及会有健康的安全，所以我们将实体聚会可能要延到5月第2周才开始。请弟兄姐妹耐心在家观看 FB 的线上直播。虽然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在聚会，但是圣灵也保守我们用同样的心情来敬拜尊荣我们的神。那因为4月3日执事会临时动议的决议，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实体的聚会，那我们就不举行母亲节的活动哈。那所以今年我们母亲节就没有举行庆祝的活动。那如果各小组要恢复实体的聚会，我们就请小组长跟组员们你们自己看状况来决定。那每周4晚上我们7点半到8点半查经祷告会，我们目前还是采网络线上直播的方式。那这一周查经的内容是希伯来书9章15节到28节，到时候也请
各位弟兄姐妹上教会的 FB 观看。那目前没有聚会的小组，我们可以参阅教会提供的灵命日粮，有马太福音天路系列的经课，我们来灵修，可以建立跟基督更亲密的关系。或者是牧师会有po到各小组的灵修课程，我们一样可以来领受神的话语。然后也请大家来为我们教会网络直播的事工，还有我们新的牧养方式来祷告，也在祷告中纪念弟兄姐妹工作的稳定、身体的健康，还有我们的不受疫情的影响来祷告。那如果要奉献，我们教会有设奉献箱，那周报也有刊登教会的账号，我们可以利用转账或者存款的方式，但是一定要注明姓名哈，因为那天有收到一笔没有注明姓名。那你也如果忘记了或者疏忽了，没关系，请你就来打电话告诉办公室的同工，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记录在奉献表上，这样可以供大家查核哈。那肢体消息的部分，我们为安庭再来的礼拜六、礼拜天5月2号、3号的统测，还有盛会的儿子孝义6月份的警察考试代祷，然后也在祷告中纪念我们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百方右手脱臼的恢复，跪满喉咙声音，还有涂妈妈摔伤骨折，还有芝华脊椎手术的复原，品存牙齿的矫正，穆恩血小板指数的稳定，还有淑华师母的母亲苏妈妈，还有周雄老师身体的复原，我们都在祷告中彼此纪念。然后我们请起立，3一颂。请蔡伟文牧师来主导。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这里实体礼拜，或是在网络上来直播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上帝大大的祝福跟恩典，将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带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请坐。默祷，我们在祷告中纪念教会跟弟兄姐妹的需要。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随时电话联络，牧师要为你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此结束。